从此。
先我代表北威州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欢迎咱所有来到伫阮即个教会的贵宾，恁的莅临，互今仔日即场音乐会增加真侪光彩，而且甲咱说一个多谢。咱即届的音乐会因为是用台语，所以容阮我伫即个所在用台语来记欢迎词。如果你要听的是华语，我们在我们的程序单有华语的这个稿。如果你要看英文，我们也有英文稿。这个英文稿是 ChatGPT 最新的 AI 的节奏。所以即马用阮我用台语伫这个所在，甲咱递翻译词。艺术哲学家尼采捌讲一句话：若无音乐，人生是一个错误。对着有音乐天分的人来讲，这句话听了真爽；总是对着无音乐天分的我，这句话听起来真沉重。我会想讲，安尼我的人生敢真正是错误？好佳哉！当我少年的时阵，开始来接触教会，每一届到伫教会时阵，就有机会来唱歌。互我原本袂唱歌的人，落尾煞卖唱歌。随往有的时阵，我唱歌唱了无好听，搁较侪时阵是唱了走调。不过悠然会感受到唱歌是种灵魂的享受。当然，咱家己无唱，咱听去别人唱，嘛是种心灵的享受。出名的宗教解决家马丁路德安尼讲：音乐是上帝所赏赐予人介好的礼物中间的一个。伊的地位，敢若输伫神学。我本身是读神学的，所以听即句话嘛真爽，感觉哦，即句话我真认同。不过，咱在座真侪音乐家、大音乐家、小音乐家，可能无拄拄认同即句话，而且可能咱会认为音乐才是天地中间介美好的一个礼物。关于即点，我袂甲你争论，总是我有希望。咱会通同齐坐落来，同齐来享受音乐，分享音乐。今仔日，咱就提供这款好的机会，真欢喜咱大家来参加阮北威州长老教会今仔所举办欢喜和乐，大家来唱歌。这毋是阮教会第一届办的音乐会，总是第一届用台语的诗歌当做主题的音乐会。除了阮教会的圣歌队这群以外，阮还阁有恩典古筝班，还阁有小小沙漠班，还阁有阮最近也有一个叫做 Gospel Youth Band。阮也欢迎这个华府圣咏团、大华府台湾合唱团，还阁有华府台湾狮子4年乐团同齐来演出。阮真感谢恁友情的赞助。甲阮同齐伫遮来共襄盛举。音乐会通来见证信仰，音乐嘛会通表达咱的感情。兼且咱无拄拄共款的信仰，总是我相信咱在座，咱拢有一个共同的感情，疼惜咱的乡土台湾。咱用音乐来表达咱对着台语的水，表达咱对台湾的疼。这是一件真水的代志。无论你是毋是音乐家，今仔来到伫这个所在，代表你对音乐有某一种的兴趣。音乐是种介水的声，无论你是伴奏者，也是演唱者，也是干那咧欣赏的，拢会通伫这个水的声音中间来得到感动。音乐毋也是干那是人的表演，伊嘛通对上帝来表演。当音乐来对上帝表演的时阵，伊就真做一个祈祷。这是奥古斯丁这位伟大神学家所讲的：唱歌吟诗是上等的祈祷。诗的内容本身就是第一等的祈祷。你会通用介好的声音，用介水的旋律来唱出诗的内容，这是第二等的祈祷。今仔日，咱伫这个所在，无论是吟唱，无论是弹奏，也是来欣赏这个音乐，咱嘛是对咱的心灵
要向上帝祈祷，为着咱所少年，为着咱所疼惜的台湾祈祷。我真心感谢议会长老伊来规划即届的音乐会。我感谢阮的教会所有同工伫即个所在参与，我也感谢所有演出的单位，也特别感谢欢迎咱今仔日来到伫咱中间所有贵宾。愿今仔日咱伫音乐中间来相拄，愿今仔日咱的心灵伫音乐中间甲上帝相拄。多谢恁大家的莅临，多谢。咱同齐来做一个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你，将音乐赏赐伫即个世间，互人会当通过音乐来表达伊内心介深的感情。阮也感谢你，互阮有即款的福分，会通用音乐来表达阮对着你的尊敬，对着你的疼，对着你的敬畏，也对着你的爱慕。愿今仔日你互阮伫音乐中间会通甲你相拄。上帝啊，所有音乐拢有你奇妙的神在运作。愿你赏赐你今仔日的圣神伫阮的中间，互阮听到诗歌的时阵，互阮听到声音的时阵，主，阮的心也感受到你的神在引动阮，也互阮伫音乐中间，阮少年阮的故乡，阮疼惜阮的故乡台湾，求你的恩典，求你的祝福，临到阮所疼的台湾。安尼感恩祈祷，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拄拄啊用即个万米充满你的恩典来开始咱今仔日咱北惠州台湾基督教长老教会咱即个台语台语诗歌的音乐会，我感觉真有意义。感谢主的恩赐交带领，那咱北惠州基督长老教会33年来，对本来敢若几个家庭，到即马有将近有200位会员吼。啊，然后咱佫有咱佫有台语堂，啊佫有英语堂吼，所以咱用2种语言来敬拜。然后咱佫有诚侪的即个团契吼，即嘛有参与诚侪分享交社会的即个关怀。头拄仔呢，甲咱献唱的是咱这 home team 吼，就是阮即个台语长老教会圣歌队。台语因即个是由林玉慧长老带领。咱的团长是王后姐，副团长是文琪姐，还有文理兄。咱即马呢，要请咱后一个节目，请后一位集团吼，就是咱大华府的台湾合唱团，来，请恁慢慢仔行吼。咱大华府合唱团是伫咧2000年的时阵，因为咱即个大华府地区的一寡即个乡亲吼，因要推广咱即个爱咱台湾的音乐、本土音乐，来即个甲大家安怎欣赏来推广吼。所以2000年就由我们的指挥，我们是双指挥哦。许慧明老师还有陈志煌老师，他们是双指挥。然后我们的团长是黄珍珍团长哈，黄珍珍就是伊是 major 哦，那娟娟非常特别，伊今年吼佫伫个 New York Met 球场吼接受迄个表扬，讲伊伫个军中服务20年，伊是迄个Air Force 的迄个护士吼，所以伊伫个迄个 New York Met 呢接受表扬 New York Met。因今仔日呢要甲咱唱2首歌，大家即个毋通浪费吼。我感觉咱即个圣诗吼，足水的所在，毋是干那音乐，佫有伊的歌词。所以恁即马手，大家拢有即本吼。因差不多伫个第几页，伫个恁看一下，咱即马要唱的是，因要
早2首歌，第1首叫做《轻轻叫着你的名》，第2首轻轻叫你 Softly Calling Upon His Name， 第1首，因第2首要为咱带来是10点10分。10点10分吼，咱知影台语安怎？台语就有校文的对无？有时咱讲10点10分，你若知道有时你会讲实转实语对无？吼，所以咱台语就有校文。这个时阵你得爱读10点10分，毋是十全十美迄实转实语的迄个实。好，咱就让热烈掌声来欢迎我们大华府的台湾合唱团，还有我们的陈志煌指挥，谢谢。
大家笑稳稳，笑稳稳，笑稳稳，亲像10:10分，对吧？哈，好，我们再给他们热烈的掌声。因这个华府诶，华府声音大一点可以吗？华府这个合唱团，你是到礼拜六对不？礼拜日练唱哈。有兴趣的叫团长黄珍珍，是我们的陈志煌指挥联系哈。陈志煌老师哈，华府足侪音乐团拢是伊咧指挥的人哈，伊叫伊的夫人。好，我头拄佫想到一个代志，咱这个10:10吼，你若甲想做英语叫做啥物诶？10:10，敢若安尼足欢喜的安尼吼，随时拢安尼笑稳稳啊吼，10:10 10 after 10，不10:10。时针跟分针哦，10:10。是哈，好，咱即马来，我可能爱徛在这边。咱接落来要请咱这个，我系讲吼，阮这个教会足厉害呢，你看，即马头搭上大团的哦，阮的风天足大团。咱即马佫有咱的Gospel Youth Band，Gospel Youth Band 呢，led by Eric Huang。Eric Huang 呢，伊伫个即个 Gospel Music 吼，佫有即个 Leading Prayer， 就是带即个青少年团契呢，伊足有经验的。因透过安怎？因透过诗歌的分享啊，佫有日常生活的分享啊，还有彼此带导。因对这过程当中啊，来学这个上帝语言。所以因这个团，尤其是我们的那个 Eric Huang， 他对这个对这个青少年的这个圣诗团呢，非常有正面的帮助，在他们的信仰上面有非常大的帮助。因今仔日要来给咱唱的歌叫做《Great Things》，Come to， 你们要不要看看歌词？非常棒哈 ！Come to bow to our King，Come let us 怎么样 ？Kneel at His feet。好，我们现在就热烈欢迎我们的 Gospel Youth Band。He has done great things.
厉害不？来，我们3个 vocal， 哎，来，我们这我们的团一定要年轻人。你看因无提破，你知影不？规拢背起来了，张过在看，今仔日拢免了。好，我们的3个 vocal， 来 ，Brian， 给他掌声鼓励哦 ，Brian， 这是 Joshua， 这是 Wayne， 我们的 keyboard 是 Jenica， 对不对？过来呢 ，Albert， 还有我们的 drummer 小贺。大家给他们鼓励一下，他们真的很棒，用这边时间练习的哈。咱即嘛然后我要跟大家讲，就是迎接团的是每个礼拜6练习，欢迎带你们的青少年来这边，他们会得到很好的启发，然后我们会很照顾他们哈，所以欢迎你们带你们的青少年过来我们教会。接下来我们要请下一团我们的圣咏团。来，请恁慢慢来行哈，来。来，嗨，西西。带来2首歌啦哈，2首歌。我先来介绍哈，头一首是《主耶和华是我牧者》，这首诗吼是记载伫圣经内底的诗篇第23篇吼，这是。以色列王大卫王吼，以色列王大卫王，伊所写的。伊吼细汉的时阵是伫因老爸遐咧，家己饲羊仔，带羊群去水边食水、食草安尼，所以伊对羊仔的需要足清楚，对牧者足清楚，伊的羊仔和牧者的关系，伊愈较清楚。后来伊大汉了后，互上帝拣选，做以色列的王。伊一生吼无甲开发，真坎坷，是安怎？伊足侪对敌人对敌啦，常常要甲伊刣，伊就逃走，就走，所以伊就安尼走安尼，真辛苦的一生。但是呢，每届拢有惊无险，所以伊后来家己体会到。就是因为伊有上帝，牵调着上帝，亲像伊早是伊的羊仔牵调着伊这个牧者共款安尼，所以伊上帝会当甲引带，甲保守、保护、供应，所以伊足安尼足感动安尼，所以写了一首诗吼。这首诗呢，有真侪足。曲家写真侪诗，拢真好听。但是我今仔日要唱即首呢，是英国一个作曲家叫做 Henry Smart 伊写的，伊的歌词吼真柔和，真水安尼。即首诗希望大家会当对遮来欣赏，讲咱人若是甲上帝来当作咱私人的牧者，安尼咱就有上帝。来照顾咱，牵咱的手，行头前的路，无论是边塔的路途，也是死亡的山谷，上帝拢甲咱相同行。相信将来咱有平安对伫咱一生一世，直到永远。这是头一首。第2首要唱的是主甲我同行。这首的旋律吼，相信大家拢足熟啦吼，迄点唱出来大家就知。相信大家伫台湾小也是中下拢捌唱过。这首诗是作曲者用 Londonderry 小调写出来的迄个爱尔兰的民谣。大家拢真爱唱。400年后，伊写是1600年迄阵。400年就是差不多1913年。一个英国的作曲家，感觉即首吼真咧哀怨，真水安尼，所以就甲写词是表现疼甲死亡的即种伤心足水的安尼。所以有时咱的个别说，有人也会甲用即首来唱。但是阮今仔要唱的吼，是毋命，敢若表示讲死亡的伤心。阮即首诗是郑景明牧师吼，伊所翻译编的词吼，郑锦荣牧师吼写。内底呢，伊毋是干那死亡，毋是干那有惊吓，伊写有上帝
有咱基督的信仰，啊，伊的信仰就照咱的光，带咱头前的路。所以，若人讲哎呀，敢若死亡惊遐惊遐啊，咱毋知影讲，咱人生拢过啊遮尔痛苦，啊遮尔济艰难，遮尔济啊袂得意的代志，总是咱毋通敢若想讲哇，咱明仔载毋知要安怎就好。咱明仔载当然无人知影明仔载安怎，像即摆以色列甲哈马斯咧相拍，咱嘛毋知影是毋是明仔载要世界大战，哦，心中有准。啊，咱就毋知讲咱将来要去倒位，所以陈金明牧师甲咱听讲，咱有上帝的信仰，咱有盼望，咱有将来有盼望，将来上帝会带咱行头前的路，平安进入天顶上帝的境城。请大家来欣赏，谢谢。
我接受了耶稣做我的救主，我就有永生的盼望。有水不？这个歌词有水哈。来，那我们再热烈的欢迎，感谢他们。阿公哈，那你机会是许梅卓老师、许牧师娘，一交许牧师哈，带足侪人信主，这是主的仆人哈，非常的忠实的仆人。因这个团体，我定来讲。咱伫华府的台湾人足福气的。第一只，有咱台湾咱北维州的长老教会对无？基督长老教会福气。咱华府的长老教会是大大的福气。咱第一只有2个基督教会呢，吼，有2个长老教会，是毋是足福气的？咱这个团体吼，定定。伫咱这个台湾人的社团表演，因上一次。表演的是228的纪念会，还有台湾之夜的表演哈，是非常受到推崇的合唱团。好，咱即马要请华府台湾丝竹室内乐团，哈，因即马需要时间来 set up。华府台湾丝竹室内乐团，咱的团长是陈建国，他是。琵琶音乐家，吼，大部分人弹琵琶哦，吼。我昨来教因练习的时阵，才发现讲，咱这家内面的成员每一个人都身怀绝技，唔是干那会晓几项乐器。像咱陈建国老师吼，伊不但会晓琵琶，伊会晓低音大提琴，迄支上大支，我早在学的，吼。然后每个人真的都会2、3样乐器，他们今天要帮我们演奏的2首，他们今天要不要为我们演奏2首曲子？哈，第一首是《阳明春晓》。《阳明春晓》本来是一个邦迪的独奏，但是因这摆哈是特别加改编，会当好在所有的这么多乐器哈，我想想看有哪些，有古筝啦。扬琴，这扬琴我嘛常常学的，有扬琴哈，有琵琶，当然还有竹笛、古筝。OK， 你知影这团就厉害的呢。人阮这团吼，捌去白宫演奏，白宫哦，1600 Pennsylvania Avenue 那个白宫啦，跟那一间哦，去遐表演，你知无？然后那个什么，您不可以对表演，好像药典博物馆啊，对不对？反正这一团很厉害啦。我昨好看这个 program 干嘛看？我看到团长还有这些音乐家哈，您仔细的去读一下。但是我就无看到指挥啊，我在想讲，因这大家拢天才，可能免指挥就会当。所以，假设我看的指挥有指挥吗？没有哈。他们今天第一首是《阳明春晓》，然后《阳明春晓》是咱台湾一个作曲家做的，伊是董荣生老师哈，1960年做的曲子，非常有名。我也记细汉那个，咱在看的电视，然后每日一次，他一直在放这首曲子，有没有？你们记得吗？每日一次，那个多少年前我在读册的时阵。因第2首要演奏的是Raise Me Up， 好，2首拢就是 Are you ready？ 可以哈，来，啊，继续讲哦，继续讲哦，这个。继续讲讲，阳明春晓是在描写什么？
他在描写blossom 啦，对不？啊，漂亮的景致，对不对？我无声音去咯，你给我 mute 关掉。来描写，然后那个游人，那个什么游客非常欢欣的这种心情嘛，哈啊，所以咱等下聆听的就轻快演奏。好，可以哈。好，大家给他们热烈的掌声，好不好？
这样一位朋友，在你生命中你遇到所有喜乐的时刻，你都希望说给他听，要和他分享。在你感到无助或失望的时候，他也愿意与你同担这样的心情。在你有难处、有委屈又无人可诉说的时候，他会耐心聆听你一切的唠叨和不满，而他安慰的话语都带着能力，就像一束光打进你心里的黑暗，并且陪伴着你走过所有的风雨。有一种朋友，他不在生活里，可是他却在生命里。有一种陪伴，他不在身边，但是他却在心里。我有这样一位与我无所不谈的朋友，他的名字叫耶稣。你认识他吗？在这个动荡不安、天灾人祸不断的世代里，我相信每个人都渴望平安和喜乐。至于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不知道，但是我100%的知道，无论发生什么事，在一切的事上，耶稣都会与我同行。亲爱的朋友，我邀请你来认识他，你愿意让他成为你一生知心的好朋友吗？
宾受邀到白宫演奏的台湾丝竹室内乐团，真正的台湾之光。我们再给他们一次热烈的掌声，好不好？他们刚才这首曲子也是我很喜欢的。我们在聆听他那个音乐，我也想把这个文字跟大家分享。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on stormy seas. I'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不是吗？好，谢谢他们哈。接下来就是问压轴了，不是压轴了。接下来我们这个圣诗队哈，我们 CTPC 圣诗队，接下来为我们演奏3首曲子。好，慢慢来起来哈。3首曲子，稍微介绍一下。第1首曲子要唱的是，来，我们先请一下那个，我要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圣诗队呢，他是在玉会长老的带领，那还有陈茂生老师，他诸多的提拔，还有诸多的就是帮赞呐，让陈茂生老师呢很多的帮赞，帮助我们这个圣歌队，在2019年就是 pandemic 期间呢，慢慢的成型。那这个我们的圣诗队哈，英波拉的前身是琴鼓小组的吟唱时间，由琴鼓小组吟唱时间本来少数几个人，慢慢的。有人 call， 就去找足侪台语的圣诗，慢慢唱，所以人就愈来愈多，所以阮即马这是上大团的，今仔日比起来，咱这良性竞争啦，咱即马差不多应该有40-50个人咯。好，我们现在先请放一下，陈茂生老师要给我们的一个祝福。我要叫陈茂生老师稍微连线啦。陈茂生老师是新竹市的人，我嘛新竹市的人，所以你带来听吼，听阮讲话迄台语是不是腔调很接近啊？感谢北美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音乐会长老，给我这个非常宝贵的机会，针对我跟大家访，甲大家参与这个非常有意义的台语诗歌音乐会。这么多对台湾来，现在住伫华府，高唱歌、高弹琴的音乐人，做伙来欢喜唱歌，祝甲无老上帝，分享上帝创造的美妙。特别这个音乐会是用台湾话来唱歌做主题，让我非常感动。咱拢是对台湾来到美国拍拼的台湾人，咱无袂记得。用单位讲话交谈，做礼拜唱歌，这就是保存台湾文化上好的管道之一吼。当然，咱今仔日所吟的诗歌，有现代台湾本土的作曲家、作词家的原作品，也有古典甲现代英国啦、爱尔兰吼，就是爱尔兰的诗歌翻译做台湾话。还有现代徛起伫美国的台湾人的作品，这是对中文翻做台湾话的诗歌吼。最后还有青少年所吟的现代美国人的作品，实在是非常丰富的节目。相信各位乡亲的演唱演奏一定会感动多多参与这亲人朋友，也将咱少年台湾是咱的故乡。咱的母亲，咱的摇篮的心，来化作力量，为主发光到全世界吼。最后，感谢曾亚东牧师出对心对这个诗意十足、情沉意义的这个欢喜和乐，大家来唱歌的欢迎以及所有参与这个非常有意义的音乐会
音乐界的好朋友吼，恁拢是上帝差派来的音乐家，用唱歌作曲来安慰人，非常感谢恁所准备这么丰富澎湃的这个音乐演讲，感谢所有参与音乐会的好朋友，恁拢是固守台湾文化的文化人啊！愿咱的歌声传遍到全地，一切荣光归于上帝。平安。大家好，我是苏金满，我是圣歌队的一员。本来我对唱歌是非常没有信心，因此有一点排斥。但我参加了这个圣歌队之后呢，我很开心，因为本来不会唱的一些技巧，由于老师这样的教导，我就好像有一点开了窍。最重要的是在这个圣歌队里面非常开心，因为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所有的兄姐，大家彼此都非常真诚的相待，然后也用一颗很敬主、爱主的心来彼此来学习献唱这个诗歌，来赞美神。所以每当我们结束之后，就觉得有点惆怅，我们要走了。然后每当周六快要到的时候，就有一点期待，就觉得好开心哦，明天又要去唱歌了。这样，希望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福气，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下面这三首就是陈茂生老师伊甲翻译的，迄歌词拢足水的。陈茂生老师伊伫台湾大学毕业了，来美国读册，伊修的就是教会音乐系，教会音乐系。伊双硕士我会记教会音乐系有一个是敢若艺术音乐系后来伊转去台湾伊转去台湾做咱台湾新学院的这个音乐系的系主任，所以对我们圣诗的翻译著作非常多，差不多我要几本啦，就几本，上百本吧。所以那个陈茂生老师，而且陈茂生老师应该是少数，就是 pipe organ 的，一起 pipe organ 的 organist 所以台湾很多那个管风琴手拢是伊的学生伊今仔日三首，第一首是新的归属。那个我们因为咱读到这个古筝团第一首的时阵，第一首的时候他们是低调他们现在要弹这一首是 Home of My Heart 是E调，所以他们需要一些时间调音啦。好，咱这么看一个，咱这个 Home of My Heart 是我们还要请一下，我们还有一位弟兄要跟我们分享。我希望今仔日透过音乐佮语言佮有分享，咱感受到这个上帝的这个奇妙的这个奇妙的带领希望你会给我赶快有这款感动的心。然后我们请文理兄来分享一下文理兄，这个可以吗？可以。有吗？有。我来这我免讲我李文理我的高中老师、音乐老师的名叫张维宁，伊予我的音乐分数是37分，所以我迄阵开始我就闭口，绝对不会唱歌。今日是这边变成这边的语言。我头一遍听到诗歌是1983年，从那个开始以后，我就对诗歌，我感觉对我真是影响真大。尤其是去年，我过身的太太，我陪伴伊2年
行过迄个基督的道路的时阵，这诗歌互我真大的安慰，尤其对阮太太，伊真平安，就是因为这天父的歌，天父的疼痛，互因安尼一路行来，去天堂，安尼。所以希望我感觉这诗歌写一对咱真大的安慰。咱有当时啊，祈祷那诗歌是一种祈祷的方式，甲牧师拄仔讲的，咱吼就是讲抱着一种向天仰望、祈求、渴慕，想要支取从上头来的帮助，依靠领受恩典，也是一种能量来源的方法。所以，我觉得大家有机会的话，多多体会这个诗歌。尤其我开始唱这台语歌，台语诗歌，才感觉台语的虽然水，迄个典雅优雅真实无话讲。咱就咱慢慢来欣赏这台语诗歌的音乐，歹势。你知我台北腔啦，这台北，台湾话才讲我够老。讲不能转。大家对这台北腔一定印象深刻哈。我会记，不知道他们 ready 了没？我会记30年前来读册的时阵，有人送一套那个台语的迄个卡带给阮啦吼，摕这个卡带来美国。迄阵因为这个不是常常能够回台湾嘛，连打个电话都觉得好贵。你们还记得打电话的那个 trick？ 我会记就是迄阵上台湾的时阵，就甲迄卡带摕出来听，你才感觉足感动的。但是过一阵仔了听几年了。煞唔敢啦，想台湾唔敢听，因为愈听会愈想所以音乐真的是感动人心，音乐带来的那种感动就是没有办法形容，要自己体会。所以我们接下来3首，第一首《新的归属》（Home of My Heart），第二首是什么？第二首因外住Eternal Lord， 然后第3首呢是 Glorious Lord。好，引咬住呀，好，欢迎来给他们掌声。还在调哦，搞错了。咱这个新的归属 ，Home of My Heart， 我感觉伊这词就是伊讲，主耶稣，我的主，你是我心的归属，无论路途偌呢崎岖，我安然靠主，只有主，只有耶稣，是我永远的帮助。好，这台语，主耶稣，我的主，你是我心的归属，无论路途多么崎岖。我可安然依靠主，只有主，只有耶稣是我永远的帮助。这是第一首，因为为咱唱的新的归属。第二首是因我的主 ，Our Eternal Lord。台语嘛真水哦，伊讲全能创造真神，你是阮的天父，天地未造以前，未造以前吼。未做以前，恁朋友好，我伫台湾教册，教册都用国语怎么讲？7岁以前拢讲台语，7岁以后拢无咧讲台语。后来伫台湾做老师做一阵嘛，来美国了，就发现开始讲台语，所以我台语变做来美国，再直学，搁个回想妈妈的那个语言，所以。那个谢谢指正，那个 ready 了吗 ？ready 了，然后这首念了看我有合格啊无？
天地未造以前，安尼会使无？天地，你看，马上就学起来了。天地未造以前，你是主上帝。阮徛起所在，永远直到万代。古早、现在、将来，你互阮未受害。好，我们来欢迎他们，谢谢。
4个团体组成，就是我们自己教会的古筝团，还有北维中文学校的古筝团，还有我们华府台湾学校的古筝团。那另外就是马里兰州的圣经教会，好，所以我们有4个古筝团，都是由玉慧长老所领导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大合唱哦，来要请这个许牧师娘，许牧师娘，你要来指挥嘛吼？然后可无师娘要甲咱讲，咱这首要安怎进行，对不？然后我们今天看到我们最可爱的这 handbell， 因为因等的因脏吼，这团是安怎是脏啊？再跟我讲，因要加入，因为好不容易凑齐了。因是阮的 Little Samuel 的 Gospel group， 所以等一下大家一定要给他们热烈的鼓掌哈，他们真的很不容易。然后来。我把时间交好，可无师娘，伊要甲咱讲安怎进行哈，这么这大合唱好不好？待会呢，希望大家都站起来唱这一首。咱今仔日实在是真感谢有这个机会，来会当来唱，会当来欣赏吼。这个机会是真难得，真感谢Grace 这个郑牧师邀请咱大家会当来。我欲罢不能啦，真爱搁听啦，搁真爱听演奏总是吼。无换咱来演奏，好无？听安尼，咱家己咱嘛会当，因为上帝创作人，我不是甲阮的想法对讲，你若会讲话，你就会唱歌，有走调无走调袂要紧，反正会唱学落。唱歌是对身体、对心灵、对你的人生有真大的帮助。咱上尾这条要吟的是《Amazing Grace》奇异恩典。这首诗差不多全世界人拢知。毋捌唱过人嘛捌听过。我真爱是甲恁讲一个故事啦，这个John Newton 是这个奇异恩典的作曲迄个诗人。伊细汉的时因老母是英国人，因老爸是西班牙人，因老爸是行船的，因老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从细汉就出来去教会。所以伊加减道理有伫听，嘛知影要安怎祈祷。总是真不幸，到7岁时，因老母就过世。所以伊读2年，有继续读2年的册，总是无守规矩啦，怎逃走，无要搁读辍学。所以免啦，就跟老爸去行船。咱知影行船员吼。我毋是讲拢总人，不过大部分拢有真歹的习惯，吃喝嫖赌拢会当，搁起早，搁无恶不作啦，啥物会都做。伊阵细汉就是伫安尼迄个环境中长大，所以伊也拢学着迄个从歹，搁比老爸搁较歹，青出于蓝，歹嘛会青出于蓝。Anyway， 到尾伊较大汉了，伊有去做兵。嘛是无守规矩，嘛做刀兵，互人掠转来，搁走，搁掠转来，所以咱知影伊的性，伊的本性毋是真好。迄个退伍了，伊就去参加迄个伫卖迄落黑奴，你知去非洲掠黑人，去卖，伊讲真好趁钱，搁真迄落，大家拢看迄落，所以伊安尼一直穿起来，一直感觉讲伊是。伊无所不能啦，伊要爱偌济人就安尼，伊要安怎被欺负，伊拢有办法。总是伊非非乱做，甲上尾伊做甲一个真大的罪，伊怎互人掠去卖，伊变奴隶，伊去卖互做奴隶的奴隶，伊去卖互奴隶的人，所以咱会当想象迄奴隶就真该跌啦，你以前你卖完，即马换我甲你了，所以伊真几年啊。做一个毋是人过的生活，到尾即个伊感觉讲我一生就安尼，就安尼啦，就安无毋忙啦，家己嘛真实际，嘛感觉对前途一点迄落毋敢连 dream 都毋敢去想，总是因老爸听到这消息了，派人来甲救，当然爱赎金真多，甲救起来。所以伊第一遍感觉讲我
我互人赎回，所以真欢喜。就讲好，安尼为我即摆去，我要做好人啊，无要搁做歹，所以伊就要转来英国。无拍算，伊坐迄台船哦，伫半路船拄着风台大影，迄只船，搁险啊沉落去啊！伊搁第二遍就无人救啊！伊伫迄当阵仔时吼，煞感觉讲，我毋是我的主人，我有啥要做好嘛做袂着，有啥我无要去做阮老母安尼，因老母是愿望讲伊自己会当做牧师，会当受好的教育做牧师。伊讲连老母的愿望我也袂当甲实现，总是迄当阵伊才彻底悔改，知影讲我毋是我的主人，我的一生伫撒玛利的手中，所以伊伫迄当阵正经虔诚悔改，到尾转来甲英国了50几岁才去读神学，上尾伊是真努力，正经救人。所以伊写即首《Amazing Grace》，伊拢总有写270几首的诗啊。伊的诗拢真简单，咱若唱这《Amazing Grace》曲调吼，总是真可贵的，就是讲真侪诗人拢是灵感，我看到啥安尼，看到风景，看到人去感动，总是伊是本身家己的经历，伊正经死，正经是。无救的人，总是伊搁一遍搁一遍，上帝互伊机会，所以伊正经知影讲，这个世间还有一个天父。你若归伊，你若诚实悔改，你搁较大的做，人可能袂赦免你，总是天父会赦免你。搁毋若赦免你，搁互你的人生变有价值。所以我真爱讲迄个故事吼，可能大家拢知影即条歌，总是故事，可能无讲大家拢知，所以我甲恁分享。所以咱换咱来表演啦，吼。即条诗吼当中，咱遮有应该是搁较济集，就是咱今仔日要唱4集。第1集是我要请男士唱，第2集请女士姊妹来唱。第3集要甲咱圣咏团，我家因调啦吼，伊讲因遮拢无，互恁较歹唱的，互因唱，因要唱 minor 吼。第4咱煞大家来唱。不过我有一项就是讲，当第1集的是请男士爱徛起来，你若敢讲，我嘛是敢若男的女的无啥清楚，我就该徛起来，无要紧。第2集女士第3集第4集煞咱总来唱，好。你拢徛掉，无咧人女你拢徛掉。OK， 所以4集的迄个起拢无共款，迄调拢无共款。所以我无甲 Eric 迄个和，过伊是真好听你说，真 follow 迄个吼。所以咱开始有要无共款先来you will play first, right? You are the best one. So. Okay.
咱输起来，咱唔通输因吼。这个时阵，咱要为着台湾来祈祷，也来领受上帝的祝祷。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阮要感谢你，小属台湾这个有山有水的美丽岛屿，伫浩瀚无垠的太平洋顶，伊亲像一叶的扁舟，摇摇晃晃，时而出现伫浪花拍击中。时而淹没伫乌云雷雨中，伊微细，世界强要看袂到，也常常互世间人来不着伊。伊善良，总是命运坎坷，常常受到歹徒的欺负。救人脱离罪恶的上帝啊，愿恳求你，保护台湾脱离有形无形一切的卑鄙，甲着丑陋。伫永远真实的上帝国内面，互伊亲像新生的婴仔，平安欢喜，脱离国内政治无强、权力的斗争，脱离国外军事无情的血腥的战争，
伊脆弱，总是非常的宝贵。愿伊愈来愈得到世间人来珍惜。伊天真，总是充满了灵气。愿伊愈来愈得到天父上帝你疼惜。但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安慰，相通帮助甲扶持，常常甲阮的台湾三角地带，也甲阮所有关心台湾的乡亲三角地带，对即时直到主过来，阿门。请坐。这款恩典实在真宝贵，我信着得恩惠。神的诗歌，互我敬畏，嘛互我心得到安慰。真感谢恁大家今仔日来参与。我要感谢代表我教会感谢大家的莅临。嘛感谢所有来为即摆事工奉献的咱北惠州长老教会的兄弟姊妹。我希望今仔日伫即个音乐、交语言、交这见证当中，你会当你会当感受到这个上帝这奇妙的作为。我相信今仔日是一个逗点，我们不是画上一个句号。那我们后会有期，我想这个只是一个开始，对不对？好，谢谢。帮我弄一下声音。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就是交谊时间，我们准备了一些点心，在我们的交谊厅那边，请大家往那边方向走，好不好？你出去左转就是，一直往前走，跟着大家走。好，今天非常欢迎，非常感谢 ，You are a great audience， 大家为自己鼓掌吧，好。